来关心第79届联合国的大会，伫9月7日要举行。咱台湾争取加入联合国的体系，拢受中国阻碍。外交部就宣布讲，今年咱会有3大推案的规划，要甲重点放伫中国错误去解说联大第2758号的决议，阻碍咱台湾去参与国际行动。咱嘛会请友邦替咱出声。 Car manufacturers, tech companies, and even governments worldwide started turning to Taiwan for chips. 台湾伫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有超过90%的市占率，扮演带头的角色。外交部透过影片向国际说明台湾袂当伫国际部出席。If Taiwan were to step off the stage, I'd mean we'd have to step off the fast stage to a better world. 第79届联合国大会就要登场，台湾多年来争取加入联合国，守护中共恶意阻扰。尤其今年陆陆甲咱国断交，就是引用2758号决议。外交部强调，决议相关内容无涉及台湾，中共无都代表台湾。台湾2350万人还是持续的被遗漏在联合国的体系之外。那么造成这个不公不义的现象，主要原因就是中国恶意的扭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的内容。田中公宣布，今年参与联合国的3大推案规划，会延续过去8年的做法，透过稳健踏实方式，请友邦联名写配合联合国。另外，太平洋岛国论坛 PIF 顶礼拜结束，台湾作为法定伙伴，高达参与29年，所表示中共不是 PIF 成员国，是也要求3度联合公布中停台参与的内容。明年拄好是甲台湾断交转向甲中国建交的所罗门群岛主办，外界欢呼咱国参与 PIF 恐惊受到阻碍。 明年在所罗门开第54届的 PIF 会议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遭受一些困扰跟阻碍。我们其实对太平洋的贡献，在过去29年是有目共睹的。 针对中共想要摆脱台湾的国际参与，全体议会交流理事会认为，民主阵营应该反制中共破乱生魂的论述，才能凸显台湾是主权国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